我得外出一趟去搜集原料，在我回来之前，你们两个就照我教的那样好好练功。是，师傅。是，师傅。去。去啊！我帮厉飞羽保守了秘密，还给他配了解药，他对我十分感激，经常来看我和张铁。弟兄，来试试我的象甲功吧！这就是你最强的招式，不怎么样。你们悠着点儿，这才哪到哪儿？好了，差不多了。依我看，再练个10年，你也能跟我一样强。只是我实在是搞不懂，莫大夫为什么不教你几手功夫呢？医术，他倒是没少教我。那对了，等那野狼帮再过来进攻你的时候，你直接拿药箱砸他们就得了。没事，这不有我保护他呢吗？你还能保护他一辈子啊？那俗话说得好，求人不如求己。这都是你爹告诉你的。那个醉鬼，也就教了我这些东西。是啊。过去的这几年，你的变化确实不小。不过，在这儿我跟韩丽的收获也挺多的，是吧，韩丽？我很喜欢这儿，我喜欢读书，喜欢这里的优雅宁静。可是有时候，我还是会想起我小妹，这是她留给我的。知道，就那天，力哥哥，力哥哥，你们就没有这么好的妹妹，也没有人会在乎你们。我心里也有最重要的人呢，那就是我自己。哎，张铁，你也想家了吧？想不想妹妹们啊？我那几个妹妹啊，还是算了吧。她们就知道捉弄我。有一次，我醒来，身体被绑得结结实实的，发现袜子还着了火。我摔下了床，磕到了床角，一只眼睛差点被撞瞎了。结果那几个捣蛋鬼就站在我的旁边，看着我笑，所以我才不想他们呢。不过现在没事了，我练了象甲功，看谁还敢欺负我。再说了，在这儿不是还有你们两个陪着我呢吗？是啊，我们会一直陪着你的。